守护天使前身为2013欧提升伟创职业工作室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及小额券，创造自闭症孩子一起梦想。音乐的潜能开发，爵士鼓、钢琴、小提琴之外，我们积极参与社会出社会，借由守护天使。2026年，我们已经正式迈向守护天使2.0。战胜我们用我们这种最精简的能力制造的言。达标只是把事情做好，我们还同时关心自闭症弱势族群跟社区的老人照顾。18克守护咖啡及星星果与果干技术训练，这样不可能商业训练直接无缝接轨置入守护天使的训练课程中。AI 影音课程、剪辑技术，还有活力农场的户外课，在这里他们学会合作，敢做阿酱。你还犹豫什么？捐款支持守护天使，只要小额捐款连接台湾期末小平台，你的小小支持对我们。对，连接在下面。输入510.org/TW， 然后按下左边捐钱，支持弱势儿少。左边区域选择台北，右边输入守护天使，进入专属守护天使捐款页面，选择你要捐款支持的金额。再次感谢你的支持。